Hello，大家好啊！如果你唔想因為自駕遊而錯過旅途嘅沿途風光，又或者唔想因為未有車牌而局限咗去旅遊嘅地點，咁就要留意 Jenny 今次同大家分享嘅非自駕遊，乘坐 JR 新幹線、巴士等等交通工具遊走新式嘅旅遊景點啦。第一日我哋就由香港飛日本成田機場，然後就再坐車去東京站。點解去東京站呢？就係因為我哋要喺東京站坐新幹線前往新潟。由於我哋抵達東京站嘅時候已經係差唔多晚飯時間，再加上夾埋去新潟嘅新幹線列車班次，我哋於是乎就決定喺東京站度食咗晚餐先。Jenny 就喺八重洲北口食堂附近揀咗呢一間炸豬扒專賣店做我嘅晚餐。估唔到都有啲長龍啊，不過睇返時間，我應該夠時間嘅。好好彩，我坐嘅位置竟然可以睇到我嘅晚餐準備過程。等咗咁耐，終於我嘅晚餐到咗啦！Thank you。今日唔知點解好想食炸物喎，咁我就點咗呢個滑蛋炸豬扒飯，希望冇咁熱氣啦。炸豬扒雖然沾滿咗呢個蛋漿，但係呢，佢個皮仍然係非常之脆㗎。另外估唔到佢個麵豉湯都非常足料，但係 Jenny 本身就麻麻地麵豉湯嘅，所以就冇飲晒。呢個 CP 值極高嘅晚餐只需要1,201人，真係好抵食啊！至於同行嘅朋友，佢就揀咗呢間牛舌專賣店做佢嘅晚餐。朋友話對比起仙台本店嚟講，呢度嘅出品質量味道相對地差少少，不過意想不到嘅就係呢度唔使排長龍啦。牛舌晚餐呢就成為3,520 yen。食完晚飯，我哋就坐新幹線去新潟啦。我哋抵達新潟站之後，就前往酒店 check in。第二朝，我哋就由新潟開始出發去我哋今次旅程第一個重點項目。我哋由新潟站坐新幹線前往長岡站。由於時間真係有啲早啊，所以我哋買咗少量嘅早餐喺車上面食。坐咗20分鐘多啲，我哋就到達長岡站。然後呢，就揾返嗰個出口，再睇下我哋嘅乘車處係咪正確。確認巴士班次無誤，我哋就可以等上車啦。坐巴士過咗大概1個鐘頭12分鐘之後，我哋終於抵達今次旅行嘅第一個重點項目——自泊魚市場啦！
如果大家係唔食得魚生，又或者唔食魚生嘅話，其實呢個魚市場都有好多熟食選擇俾大家揀。我哋今次去呢個自破魚市場呢，主要嘅目標就係食佢嘅喉黑魚刺身。好彩俾我哋見到最後一盒季節限定嘅喉黑魚刺身，於是乎我哋就即刻買咗先。俾緊錢嘅同時，我哋發現鯛魚刺身睇落都唔錯喎，於是乎呢，我哋就再買多一盒嚟食啦。由於自破魚市場佢非常鄰近日本海，所以佢賣嘅海產種類呢唔止多元化，價錢比起其他日本嘅魚市場嘅販賣價格更為便宜。另外，番屋汁都係自破魚市場嘅名物之一。番屋汁係由好多海產熬煮而成嘅。除咗刺身同熟食之外，呢個魚市場當然都有土產俾大家去選購啦。我哋今次呢，就喺土產區度見到有北海道產嘅元貝，只需要幾千日圓就有100 gram 啦，所以就買咗幾包送俾香港嘅朋友屋企人。稍後呢，大家可能都會喺我哋嘅隨意料理當中見到呢個瑤柱嘅身影。Jenny 到時再同大家分享究竟呢包瑤柱嘅 CP 值如何。赤鷺因為佢嘅喉部漆黑，所以大家就叫佢做喉黑魚。而喉黑魚係日本最高級嘅白身魚之一，佢嘅油脂含量非常豐富㗎，被日本人視為刺身中嘅極品。而每年嘅4月至10月就係品嚐佢嘅最佳時令。由於喉黑魚佢行動好迅速，所以好難捕捉，加上只可以喺自然環境下生長，所以即係唔可以人工飼養，令到喉黑魚變得分外矜貴，甚少出口國外。我哋今次就好彩可以試到刺身嘅喉黑魚同埋烤嘅喉黑魚。另外，鯛魚刺身亦都相當唔錯。至於熟食方面就正常發揮，冇太大嘅驚喜。離開自破魚市場之後，我哋就再搭車去下一個景點啦。我哋到達咗越後湯澤站，前往清津峽呢個景點啦。
清津峽係日本三大峽谷之一，而清津川流呢，佢途經嘅清津峽從十日町一直延伸到湯澤白木澤，全長12.5公里，係日本最大嘅峽谷之一。而前往清津峽光之隧道嘅沿途呢，大家都可以望到好特別嘅自然景象。柱狀節理嘅岩石隨住地質構造嘅活動，岩石被翻上地面，再加上日積月累被清津川嘅河水侵蝕，令到大家可以見到清津峽沿岸都可以看到中環交錯十分罕見嘅柱狀節理岩層。但係其實基於安全考慮，清津峽部分呢曾經係禁止遊客入內㗎，而且一直以嚟呢都冇其他通向岩層嘅通道。直到1996年，一條長達750公尺嘅人行隧道就建成，遊客終於可以喺3個瞭望點安全咁樣欣賞清津峽嘅美景，亦即係 Jenny 嚟緊喺呢條短片度會 share 俾大家睇嘅片段啦，請大家細心欣賞。隧道裡面嘅光線呢都相當唔充足㗎，所以大家如果去嘅話，記住留意安全啦。哇！終於嚟到清津峽最打卡嘅位置啦，我哋都乖乖地排隊，影咗好多打卡相。
大家都鍾意 Jenny 嘅分享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呢條短片。我哋稍後會同大家分享今次去日本嘅其他旅遊片段，記住留意啊！